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7日的南方特搜报，我是林嘉义。台南市文化古都拥有许多特色的艺文场馆，而市府为了提高疫苗的施打率和附加价值，特别将南美馆规划成注射站。市长黄伟哲也来到这里关心民众施打的情形，民众都纷纷表示环境可舒适，有助于放松心情。全国7月27号以后降为2级警戒，就是希望早一天回归正常生活。不过现阶段最要紧的就是提升疫苗覆盖率，所以台南市特别将充满艺术气氛的南美馆2馆加入注射站行列，同时邀请奇美医学中心的医护人员支援进驻。会中许多登记预约的民众也都认为来这儿很舒适、很放松。就没有那么紧张，就好像是来参观美术馆的感觉。因为它这个空间规划就是很宽阔，然后就是环境也很舒适，不会有那种就是很紧张，然后去到医院的感觉。市长黄伟哲在奇美医学中心专案副院长的陪同，也特别到场关心，形容来美术馆疫苗施打很厉害，不过重点就是希望提高注射意愿，冲高注射的比率。我觉得其实还是要把这个疫苗到位的数量以及施打率，疫苗到位数量多，施打率冲高，对健康这个能够有确保才是王道。但是我们还是除了身体上的，还是有精神上的食粮我们的南美馆，那我想这边希望说民众有一个放松、轻松、放松心情，然后度过一个比较悠闲的一个施打那施打完呢，还是要回到这个回去记得多喝水然后能够保持身体健康。我们希望说跟南美馆一起好好配合。那我们已经走到了这个防疫的最后一里路，那就是疫苗的覆盖率。那我想我们的台南市政府非常积极的在广布这个疫苗施打站。那我想奇美医院当然我们也就是工乡盛举来一起来合作来建制这个疫苗施打站。台南在提升疫苗覆盖率的同时，也选定博物馆、艺文场馆等等来当作多元施打站的地点，同时提升附加价值，甚至让人忘记来美术馆施打疫苗，舍不得离开。记者郭文吉、何乔邦台南报道。随着疫情缓和，高雄市农业局特别在捷运车站里展示大型的火鹤花艺，一方面是为了推广在地的花材，一方面也希望民众看到美丽花朵时，可以一扫疫情的阴霾。每个场次展期为10天，想要赏花的民众可得把握时间。捷运车站里出现大型的火鹤花花艺作品，石栏围成一座生态庭园，有竹根雕成的水鸭和一辆旧式的脚踏车，四周摆放各色的火鹤花。民众进出车站时感到有些惊喜，都会驻足欣赏或拍照。比较有在大自然的感觉，因为就是它好像感觉好像没有刻意整理过，可是又很漂亮。就是为这个捷运站增添许多生机的感觉。在花艺设计师的巧思下，把火鹤花做了不同形态的呈现，有的摆放在石栏上，有的围成花团，再搭配兰花和绿树等，中间还有一棵插满火鹤的大树，不同颜色的火鹤穿插呈现，让整个花艺作品更活泼、更有层次感。这边的设计的理念呢，是从就是一个比较朴实的这种内门的这个火鹤的产地，做一个延伸。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边是有非常多不同的火鹤的品种，然后大小啊、颜色啊都不太一样。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把高雄在地的这个火鹤呢，介绍给我们高雄的民众，甚至是来这边旅游的民众这样子。高雄是火鹤花的主要产地，为了推广在地花材，市府农业局趁着疫情缓和、警戒降为2级之际，办理公共场域花卉展示，特别选在6个捷运车站展示火鹤花的大型花艺作品。高雄全年都有火鹤花。那产季主要在4到8月是我们的主要产季。那当然花期的部分，每一个品种它的花期不太一致。那基本上大概花期大概都有10天左右，所以我们一站的展出时间大概都是10天。火鹤花鲜艳夺目，热情如火，台语谐音又有火鹤很好、顺利的意思。想要一扫疫情阴霾，不妨多看一眼美丽的火鹤花，赶走疫情。记者潘志光、赖昌邦高雄报道。
台南市议会室外园区宽阔，除了部分停车场与绿美化植栽，去年议长更是利用部分的空间作为员工的农园。经过1年的栽种，不但蔬菜采收了好几轮，现在就连百香果也结实累累，甚至还有玉荷包和芒果，在防疫期间也借此舒缓职员的心情。面对新冠疫情，各行各业员工上班都要戴口罩，为疏解员工的心情，台南市议会于去年特别开辟一处休闲农园，提供议会员工种植善心。想不到1年后结实累累，不仅百香果，连芒果、玉荷包都有。在防疫期间，提供议会同仁放松舒压。防疫期间呢，我们工作同仁呢，因为遵守整个防疫啊，大家精神都非常的紧绷啊，而且都压力也蛮大的哈。那当然是因为现在有提供的一些场所，包括让我们管理一些的舒心的地方。那当然是因为现在有那个玉荷包啦，真的很漂亮，长得今年也结了蛮多的果实，还有木瓜啦，也果实累累，甚至那百香果呢，都非常的结了很多颗看的话，至少让这个心情轻松一下。像那个玉荷包，你一定要到山上看到玉荷包，到台南市议会就可以看到了啦。结果蛮累的啦，那一些的这个百香果呢还在成长当中，木瓜也一样啊。那未来还有木鳖果，真的很难见到。虽然这块地说大不大，不过很适合种植攀藤类，不但搭棚子，而且提供职员分组认养。从过去种丝瓜、金瓜，到现在种百香果、茄子等，另外还有木瓜树。甚至连木鳖果都有。议长表示，只要职员利用工作之余有付出，就会有收获。台南新闻林跟刘品言采访报道。疫情期间不能出国，高雄市左营图书馆推出飞跃世界地标线上积木大赏，由3名家商室内设计科的毕业生合力拼完世界知名的建筑，并且以线上导览的方式进行解说。官方也邀请民众可以预约前来欣赏。埃及金字塔、俄罗斯大教堂，还有上海东方明珠帆船饭店等，这些都是世界知名的建筑地标，全部都是学生用一个一个微型积木，花了不少时间陆续完成的。那夜宵就是1乘1的，然后几个，然后或者是3乘1的几个，或者4乘1的几个，然后大家会先一起找出来，然后再拼上去，这样会比较快。看到这个作品就是完成的时候，大家都超开心的。左营图书馆以观光旅游的藏书为主，因此构思如何从平面的旅游阅读进展到立体的旅游展示，才发想展示世界知名的地标建筑积木，并且由学生驻馆进行解说。但之前因为疫情3级警戒，改采线上展示和导览。大家好，我要介绍的是位于俄罗斯的圣瓦西里教堂主座模型，其实是我个人也很喜好。那我们希望是说，把导览世界地标具体的让小朋友来分享，或是进来的读者可以实体上看到世界地标，然后兴起更多的旅游的实体感，而不是单纯是只有书本啊一些文字资料，那让现场也更活泼。由于每件地标建筑的积木数最少1000多片，最多达到5000多片，而且有的颜色相近又很复杂，虽然有些难度，但室内设计科的学生凭着超强的空间感和辨别力，还是能够顺利完成作品，能够在图书馆展出，成了难忘的毕业纪念展。室内设计科的学生在我们学校，他本身就要练习绘图，他们的立体感跟色彩的敏锐度很足够。那平常呢，在训练的过程当中，乐高积木的说明书上面要预留多少空间，要去计算的部分，他们会比一般的学生更驾轻就熟。还好最近疫情比较舒缓，那我们从昨天727开始又就降级，所以我们现在也是可以预约入馆来欣赏。这项世界地标的积木大赏，历经疫情警戒升级和降级，像洗三温暖一样，如今以线上和线下虚实整合的方式展出，民众也可以选择预约前来图书馆实地欣赏。记者潘志光、赖昌邦高雄报道。随着疫情趋缓，宗教活动慢慢为解封。台南白河木屐寮17户南天宫，在农历6月15日防府千岁圣诞千秋，有信徒卸了36棚布袋戏，庙方也配合防疫的要求，半仙不撒糖果零钱，就连拜拜也拉大距离，做戏之余也兼顾防疫。
白河南天宫方府千岁农历6月15圣诞千秋，搭上疫情3级警戒，寺庙微解封，在庙前的大马路上搭起了超过30棚的布袋戏。庙方主委表示，冥冥之中神明自己都有安排。丰收啦小姐啦，7月20啦雄雄下早时靠我讲会当演布袋戏啊了。我讲真诶嘛，伊讲真诶啊，我莫骗哦，伊讲袂啦。我讲哇，安尼拄好下府丰富千岁，拄这个农历6月15圣诞千秋啦我讲我紧转来甲丰富跋杯感通啦，因为安那后壁对2条风台啦，准做政府讲即摆暂时也有微解封啦，会当演啦但是风台对后壁来，你知影？结果我赶紧转来甲丰富千岁中昼来甲烧香甲跋杯请示啊，我讲来会当做就对，赶紧要来做布袋戏啦人2个月拢无趁钱啊啦结果3进杯啦 ，OK 啦 ，no problem 啦除了躲过2个台风的大风雨，就连微解封可以演布袋戏，方府千岁也是在几天前就已经指示可以安心请戏，才短短几天就找来了36棚布袋戏。1点钟来我就招着30个人参加啦，女死了拢总36个啦，36场啦，今仔日30场，为13做到16安尼啦庙方趁着寺庙微解封，为方府千岁做戏祝寿以外，也遵守防疫规定，量体温、实联制一项都没有少。防疫期间啦咱就是爱配合政府的政策啦阮外口拢做着社交距离。用酒甕，一个酒甕徛一个人啊社交距离人是画红线，阮就用酒甕外口用拢锁烂的啦阮就是就希望讲，咱这个疫情啦佮经过这道，阮保全者有够兴的啦，兴甲讲这个已经3至偌久啊佮来得及来庆祝伊的圣诞千秋啦目前寺庙可以谢戏酬神，但演神仙戏不能撒糖果丢铜板，南天宫也都照做。并且在戏棚前拉起了封锁线，防疫每一步都做好。而许多剧团自疫情以来没有戏可以演，这次方府千岁的圣诞千秋，让戏团有工作可以做，这也算是人神共喜。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高雄原博馆为了庆祝8月1日的原民日，推出线上原民购物节的活动，民众在家就可以轻松享受原住民美食以及好物，一系列的优惠折扣送礼活动，让大家一同欢庆8·1原民日。来到原博馆，琳琅满目的商品陈列在架上，有手工饰品、工艺、服饰等应有尽有，让馆里的陈设和商品都充满浓浓的部落风情。为庆祝8月1日原民日，即日起推出线上原民购物节活动，消费满额就有折扣。就是即日起到8月8号，我们就是全馆就是消费，满810的折81元，然后满1500就是折81折，然后会赠送那个设计师的明信片。那当然这个部分的话，我们是跟那个商城是同步进行的。那如果你线上下单的话，就是前20名是免运费的。活动期间，除了一系列的优惠折扣之外，号召民众穿着族服并拍照上传，就有机会获得原博馆消费购物金。那族服的部分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我们有在做就是推广族服的那个活动，就是帮我们就是做投稿，然后我们截止日是到8月1号，然后它不一定是要全身的族服，只要你有身上就是有佩戴有一些原民的饰品之类的，都可以做投稿，然后就是我们的就是对象不一定是族人，就是只要是喜欢原住民文化的朋友都可以一起来参与这样子。然后那直播的部分就是8月1号。我们就是有请就是2位原青设计师帮我们做一下他的那个商品的介绍，还有一些设计理念等等。那当然我们就是有邀请神秘的直播主，然后那一天也会做一些就是一系列的抽奖活动，所以大家就是可以去原博馆的脸书就是帮我们看那个活动讯息这样子。8月1日原民日当天进行原青面对面线上直播以及好礼放送活动。民众可线上参与活动，或是前往原博馆参观选购，让大家一同欢庆8·1原民日。记者李正道高雄报道。牛排馆业者为了因应疫情带来的危机，推出炒饭便当，因为料丰富、CP 值高，所以非常热销。业者还进一步祭出被牛排耽误的炒饭店来取伪行销，更是大大的提升知名度。原本适合聚餐约会的高级牛排餐厅，因应疫情也无奈改成炒饭便当来度小月。
每天中午平均200多个预订便当，现炒现煮，忙得不可开交，还需要调派人力来支援。新鲜的蔬食，满满的主菜，加上2人份的炒饭，从180元起跳，相当有分量。业者回想5月中3级警戒，全台旗下37间品牌只能外送外带，营业额只剩1成。1周内紧急开发便当，加上去年超前部署的线上订餐系统发挥效果，才至少维持还有4成的业绩。一开始其实大家找不到方向，那只能眼看着业绩从原本还不错就掉到剩下1成左右。所以在这段期间，我们只好集思广益，想办法找到出路。那在整个我们的集团的产业里面，就慢慢的开始转型成便当店。那盘点手上所有的资源，然后我们来开发各种不一样的菜色，然后在1个礼拜之内，想办法把整个的研发、测试一直到 SOP 订定到执行。那也庆幸在这段时间便当慢慢有做出一点成绩了，所以大概在整体大概可以回到3成到4成左右的业绩。不过这个其实都没有办法去弥补我们的营业损失，只能说在这段期间我们尽量让我们的所有的伙伴、所有的员工可以维持一定的生计。那大家一起努力熬过这一段很辛苦的这个封锁的时间。以牛排馆为例，业者用被牛排耽误的炒饭店来创意行销，加上真材实料，确实打开知名度。客人唯一不满就是电话打不进来，也让每一天消费者依照防疫规定排队来领取，顺便协助推荐。口味还不错，分量蛮多，对，那反而外送生意还比较好，对，打电话才能，对。所以都要等蛮久，因为之前就有吃过，然后他们东西是蛮好吃的，对，然后就是经过的时候就会觉得，好像会停下来看一下，然后就想说不然买看好了这样子，就他们东西真的还不错，外带品质也没有降低，对。在我们黑牛屋这个品牌里面，其实原本是西餐厅，那西餐厅其实主要是做内用，那其实也没什么炒饭这个品项，那但是因为被封锁了嘛，那我们只好想办法找出路。后来发现，我们师傅的炒饭能力很强，那也其实受到一些朋友的欢迎，所以我们就在黑牛这品牌就推出炒饭便当，没想到受到欢迎。那受到欢迎的状况之下，我们就想，我们好像是被牛排耽误的炒饭店，所以就在这个比较低迷的环境当中，悠自己一默，做了一张红布条，叫做被牛排耽误的炒饭店。牛排馆的炒饭便当卖得好，不过一旦疫情过后，业者表示，如果市场反应良好，还是会维持，只是数量一定会控制。记者郭文吉、何乔邦台南报道。疫情趋缓，新路工坊男子站开放心智障碍的照顾对象来上班，因为有2个月没有来了，工作人员得重新提醒孩子们的工作内容，并且做好防疫措施。但能够再回来上班，跟老朋友见面，新路的孩子们都觉得很开心。大家都回来了，那我们一样，等一下呢，麻烦先请量额温。又回到工坊上班了，新路的照顾对象都口罩戴好，排队量体温、酒精干洗手，接着坐下来听工作人员分配工作。有的把展示架上的灰尘擦一擦，再把二手物放在展示架上，要怎么做，工作人员都得重新叮咛。还是有点不习惯，比如说工作步骤就有点忘记了。不过有一些工作记忆的、生命记忆的事情，对他们来讲其实不太忘记。比如说我们这边小铺的整理，各项商品的分类，然后什么物品是哪一类的，对，这是长期记忆，他们其实都很记得住。因为疫情警戒升级，新路的照顾据点都暂时关闭，如今重新开放了，照顾对象都好开心。但因为还在疫情期间，照顾对象不能像以前一样可以跑上跑下相互交流，要随时做好清洁消毒，保持距离，减少接触。有没有见到之前的老朋友？有。那你今天做了什么？我们有没有整理娃娃？有娃娃。还有没有擦那个架子？有。脏了对不对？我要挨啊。很想急于参与，说跟大家打招呼，就忘记说，
老师就要适时的提醒说，我们还是要保持安全距离，尽量减少人员的接触这件事情，然后你就要被停止说，他本来想要到1楼来做一点什么事情，3楼伙伴想要到1楼来做一点什么事情，我们就稍微提醒这个时段就不要做这件事情，尽量减少这个互动这样子。为了迎接照顾对象回到工坊，工作人员和照顾对象都施打了疫苗，或是完成快筛。服务场域也做好了分区分流，希望让家长放心，将照顾对象送来，也减轻家长的照顾压力。又一个担心，他觉得回来之后，因为人就变多了嘛，室内就会20个以上，我们服务对象20位嘛，然后再加工作人员这样也20几位，所以也担心那个防疫群聚的问题。所以这件事情，我们做了一些努力，让家长可以放心。我们的分层，然后来分流，让家长尽量可以放心。疫情警戒期间，照顾对象都待在家里，如今回到照顾据点，一些生活技能虽然有些生疏，但也很快的熟悉起来。新路工坊又重新恢复了应有的照顾能量。记者潘之光、赖昌邦高雄报道。高雄近期连日不停下大雨，但风雨却没有阻挡爱心送餐的进行。慈山行善爱心协会至今已经成立8年了，5年前开始送餐到弱势独居长辈的家中，总计送了3万多个便当。不管天气如何，都会将餐点送达，让独居长者不会饿肚子。一道一道美味的菜肴，义工们拿起便当盒，将每一格都填满。这是慈山行善爱心协会已经坚持5年的爱心送餐，主要是针对弱势独居的长辈。尽管屋外刮风下雨，依然没有阻挡送餐的进行。每天送的量大概连据点的话大概60份左右。那些独居老人都是中低收入。他们有的是坐轮椅的，有的是躺到床上的没办法行动，有的是用辅助用具，也有是中风的。目前我们高雄市慈山行善爱协会已经成立8年多了，爱心餐已经5年多了，5年来已经送了3万多个爱心便当出去。快到中午时，送餐员打包好便当，穿上雨衣就准备要跑20几个地点。义工妈妈说，一刻也不能吃，怕他们会饿肚子。用这个信念，每天早起备菜，煮完午餐还有晚餐。虽然很辛苦，但是为了长辈们的温饱，义工们没有一日停歇。我唔捌你啦拢送饭来，拢介好，拢送饭，拢加予我，拜六咧食。好食吗？好食，我拢是来学了讲今日好报，因有好报，恁拢有好报啦。恁拢有爱滴的好报啊。我们雄丰里社区长辈这么多，再加上最近疫情的关系，之后又下雨的关系，所以很多长辈这段时间不能外出，之后也没有办法去用餐，那他们就是辛苦的去烘焙这些料理，去把这些料理亲自送到这些长辈的手中，把我们这些爱能够一直传递下去。我也希望说未来可以跟我们慈善爱心协会能够创造更多的据点，能够照顾到更多的长辈。受到疫情的影响，协会理事长也表示，善款和物资都大大的减少。这阵子时常自掏腰包付菜钱，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下，希望善心人士可以多多帮忙，共同照顾弱势的长者。记者林嘉义高雄报道。疫情期间哪里都不能去，连想要去餐厅吃大餐也没办法。就有餐饮业者发挥创意，推出多种具有餐厅招牌特色的防疫便当，吸引客人上门，也在疫情造成消费低迷的大环境中开出一片红盘。工作忙碌的上班族常常会选择吃大餐，犒赏自己工作的辛劳。但现在疫情期间，不止不能出游，就连大大小小所有的餐厅全部都不能内用，不止让餐饮头家哀叫，就连消费者也郁闷吃不到美食。但想到这都是为了防疫，大家都只好配合。不过也有业者头脑动得快，既然客人进不来，他们就主动出击，设计出各种具有餐厅招牌菜色的防疫便当，一推出就获得许多上班族美食报备的推荐。台南
就是正统的泰式料理还蛮少的，而且就是云象它的厨房的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是太极的厨师，所以我觉得它的味道是特别道地，然后菜色又很丰富，价格又平民。这间位于安平区的云象泰式餐厅，因为都是聘请泰国主厨，他们所料理出来的餐点不但口味正统，菜色又多变，所以还不到中午12点，餐厅门口就有消费者排队等着要来取餐。以前来这边用餐过，不管亲戚朋友都有来过，都还不错，蛮道地的泰国料理。因为疫情期间，现在大家都很辛苦，所以他希望用平价的价格，让大家呢都能够尝试到餐厅品质的便当。那我们除了说有3个打抛猪、绿咖喱、椒麻鸡、海南鸡这些比较常见的之外，那也让我们的泰国主厨开发了几个另外不一样的，像烤猪肉啊、烤鸡腿，还有它的卤猪肉，让大家来尝试一下不同的泰国餐点。另外，在东区大同路2段也有一间餐酒馆，因为疫情禁止内用的规定，所以也推出防疫便当的服务。经过消费者口耳相传，现在便当的生意也越来越好。得知他们有在卖便当，你是在 FB 看到的？FB 看到。那你看他们菜色觉得怎么样？看起来好像还蛮好吃的，就来买看看。那你觉得他们以前是这种餐酒馆啊，现在变成在卖便当这样经营，觉得你有没有什么想法？觉得还不错，不然疫情期间可能餐酒馆也没有办法经营，加点就是有一点收入。因为餐饮业禁止内用的时候，尤其是居酒屋跟餐酒馆的话，受到非常非常大的影响，等于收入变零。所以一定要有应变措施。我们在其实很久之前就应该是台南前几家推出便当的，对，然后居酒屋便当的居酒屋，然后就是转型以后，我们便当就是一直以来都是99块，然后做大台南地区的免费外送。只要订一个我们就外送，然后刚开始当然是成效不是那么好啦，但是后来就慢慢经营，然后大家口碑也不错，然后偶尔让到目前的为止的话，便当量还有在一定的量。业者发挥巧思，将餐厅特色菜肴改变成为平价又美味的防疫便当，果然大受欢迎。观众朋友若是有想要推荐的美食，不管是哪一国的料理，只要你觉得好吃，欢迎在双子星3冠王脸书粉丝团，或者是双子星3冠王 YouTube 频道这支影片下方留言推荐，你就有机会成为下一集的美食报备哦。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方特搜报，感谢您的收看，我是林嘉义，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次见。